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房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明华。怡姐，我觉得最近天气变冷了，而且日夜温差也变大了，好适合进补哦。真的耶，这个季节啊，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，才可以让自己的气血通畅哦。不过啊，说到这个时候啊，进补得宜的话，手脚不会冰冷，脚怎么说呢？脚做脚，脚就是脚的意思哦。那其实像这样的天气真的很适合进补哦。如果进补得宜的话呢，其实是对眼神有好处的。你刚刚讲的眼神其实就是身体的意思哦。这个季节啊，如果进补得宜的话，身体就会暖暖和和的。在客家话里面呢，暖和呢就叫做手暖，手暖就是暖和的意思。没错。那如果我们要教大家呢，秋天喝热汤可以让身体暖和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秋天湿手痛，眼神卡手暖。秋天湿手痛，眼神卡手暖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给大家秋天进补的新观念哦。你华应该快到了吧？一杯酒，吴大哥，不好意思来晚了啦。你要的资料准备好了。你怎么这么难约啊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啦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上班很累啊。我们刚好要去吃饭，走，带你跟我们一起去补一补。太好了，我好饿哦。一菲姐，这个养生锅也太多蔬菜了吧？红色的蔬菜是补血的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女生都可以多吃。医生也说，我不止手啊很冰冷，我的脚也很冰冷呢。所以医生也讲说，其实我要多吃点养生的东西，对延伸会比较好。这个汤头呢，它是由红枣跟枸杞所熬煮的，对你特别有帮助，所以你今天要多喝一点。一菲姐，我觉得喝了几口之后啊，真的会觉得延伸开始有能呢。敏华，我刚刚看了之后才知道啊，进补原来还得要补对才行哎。真的，这里头有很大的学问哦。像我身体比较虚，我就比较适合温补哦。那赶快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客家话吧。那刚刚有提到手脚冰冷的脚，脚怎么说呢？脚就叫做脚，脚就是脚，没错。那如果说这个进补得宜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身体要怎么讲呢？身体就是眼神，眼神就是身体了。那如果说呢，这个进补好的话呢，可以让身体暖和起来，暖和要怎么讲呢？暖和应该要说的是手暖，手暖就是暖和的意思哦。那如果我们要教大家呢，秋天喝热汤可以让身体暖和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秋天湿手痛，眼神卡手暖。秋天湿手痛，眼神卡手暖。今天 Go Go 公好发带给大家进补的好观念，一定要记得哦。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